故事是一口，人生是课题。欢迎来到人生的故事。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振洲杨医师。伫清朝的时阵，中了状元，这是非常公用的代志。亲戚朋友会非常的欣赏，地方的士绅官吏卖对这个人非常的尊重。伫大门前会挂牌匾，卖菜一个悬悬的机关啊，这是非常威风的一件代志。古早的时阵，伫江苏嘉定县有一个人叫做池旭。池家本来是算一个大族，真讲这个礼节嘛足守规矩的。池旭因老母，伊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所以无啥物地位。池旭算起来算四出，无算特生。所以等池旭因老爸过身了后，厝内的人拢看伊无囝无起。伊的德兄嘛对因无囝侮辱甲压迫，叫因家会当带伫后门的小房间内底，不准因按头前门进出。池旭受到这种刺激，就拼性命读册。考掉秀才，佮考掉古人，这已经非常的无简单。照理来讲，应该会当得到一寡优待。但是池旭的德良兄本身嘛是古人，而且伊家己的后生嘛有秀才佮古人的资格，所以认为这无啥物稀罕。几年了后，池旭的孙仔池德祥中了进士的第一名，叫做科员，非常的威风。伊的亲戚朋友拢来甲恭喜，因就办到请人牌匾挂起来，机关也嘛甲彩礼非常的热热。但是池旭共款袂使按头前门进出，所以伊心内感觉非常的艰苦。因老母就甲安大讲，毋免感觉艰苦，你要继续拍拼读册，考一个状元互因看。池旭就甲即句话记牢的，继续读册，继续用功拍拼。到尾啊，伊考掉进士，佮考掉翰林的第一名，就是状元。这个消息传到厝内，伊的德良兄感觉非常的惊吓，所以想要提悬对因母囝的待遇，允准伊会当按头前门进出。嘛想要甲即个状元及第牌匾挂伫头前门，嘛想要甲即个机关踩伫头前门，但是池旭无答应，伊袂愿行头前门，伊甲后门改，甲状元及第牌匾挂起来，嘛甲即个机关踩伫后壁门。有的人毋是无能力，伊是互人安排徛伫后壁。若是一个社会，一定要当甲功成名就，才要承认一个人的价值。安尼问题毋是出伫后门，嘛毋是出伫前门。是咱看人的目睭，听故事学人生。我是草疗家医科主任杨振洲杨医师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后回空中再见面。